呢個係我對《風林火山》的少少觀後感。最近趁着國慶半價優惠，決定入場觀看由4位實力派影帝主演的《風林火山》。作為一個影迷，能夠在大銀幕上同時欣賞劉青雲、金城武和梁家輝、古天樂的演出，確實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賣點。然而，整體觀影體驗卻令人感到些許失望，最終只能給予4%的評分。首先，必須肯定電影在場景設計方面的用心。片中重現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街道以及中環香港站等場景，都有相當高的還原度，約莫達到70%相似度。這些熟悉的香港地標被搬上大銀幕，確實為觀眾帶來一定程度的代入感和親切感。不過，整部電影的最大問題在於其過於晦澀的劇情發展和陰暗的基調。導演選擇以深沉的色調來營造氛圍，大量運用昏暗的燈光和陰鬱的場景。雖然或許是為了凸顯故事的黑暗主題，但這種處理方式反而容易讓觀眾產生倦意。事實上，在觀影過程中，我確實多次差點睡着，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。劇情方面，雖然集結了幾位演技派演員，但整體故事脈絡卻顯得混亂且難以理解。有些情節轉折太過生硬，角色之間的關係也不夠清晰，這讓觀眾難以投入故事當中。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演員陣容，似乎也無法完全救活這個略顯薄弱的劇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幾位影帝的表現依然專業出色，他們盡力詮釋各自的角色，為角色注入生命力。特別是劉青雲和梁家輝的對手戲段落，展現出極高的演技水準。可惜的是，優秀的演出被過於複雜且含糊的劇情所掩蓋。總的來說，《風林火山》是一部製作用心但效果不佳的作品。雖然在視覺效果和場景還原方面有所建樹，演員的表現也相當專業，但過於晦澀的劇情發展和持續的暗色調處理，大大影響了觀眾的觀影體驗。如果能在故事架構上做得更清晰，或許會是一部更成功的作品。最後，雖然有國慶半價優惠，但這部電影可能更適合等上串流平台後再觀看，屆時還可以隨時暫停，仔細理解劇情發展。對於一般觀眾來說，這或許是更好的選擇。